来，再讲来。美丽。Day and night. Day and night. 昼夜好，第一个是美日，英语的 day and night， 他们是美德 night。咱的美日就是英语，咱的地球是 rotation， 地球自转。咱啊，灯甲向日头迄边，咱就变日时；咱啊灯甲北西后面迄边，咱就变做暗时。啊，因为咱西方向，咱西方向是为西边。向东边来说，所以造成咱个日外星就是 sun, moon and star rise in the east and set in the west， 东升西降，东升西降。除了咱一粒北极星、北极星。例外，所以咱知影是咱家己地球的说。来，是安怎个数据？4 season，what's 4 season？ 4 season。4 season。Spring and hot, cold, summer, autumn and fall。autumn 就是 fall， 来个 winter， 4 season。4 season 的原因就是咱地球。地球公转 revolution 它自转 rotation 甲伊的自转轴倾斜，所以迄西伊西起一个23度半的角度，所以起一边。咱有春夏秋冬，咱来画一个图就知影。日头太阳伫中，那准讲这个地球射来遮，这是下头，日头光直射这个北半球，所以咱遮打热，这个时阵。就是咱的夏季，因为伊这逆时针转，伊的公转嘛逆时针，所以夏季射过来时阵，射到遮，日头直射赤道，所以夏天了后就变做秋天、秋分。落尾搁射过来。这个时阵，日头直射南半球，所以北半球咱遮较寒，就是咱的冬季。搁说过，本来直射赤道，这个时阵。就咱春分，
搁细块，搁要下坐，安尼一刀就过去啊。咱设一个差不多365工，咱放出来一圈，地球设一个就1工，袂安尼，因为咱安尼设，搁咱的即条设心会提一个角度，所以必须着，咱地球表面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分别，而且搁造成咱地球顶面伫咧春夏秋冬的时阵，有日甲暝的时间无共，像讲咱热天的热人的时阵，咱的日时会较长，咱为即个图嘛会当看出来，这是光的证明。伊即摆设到遮应该6点，但是伊伫遮的时阵，加一段日头已经起来啊。小人设到对面的时阵，6点爱落山，但是伊爱加设一底仔，伊才会落山。所以咱伫咧即个所在，就加即段的时间，伫咧热天，但是相对来讲，咱伫咧寒天的时阵，到遮还袂6点的时阵，还袂6点的时阵，日头就落山，还袂6点日头就落山，所以咱的冬天袂是遐长，但是咱春天甲秋天的时阵，就无即种分别。然后你会看到赤道，伊就拢无分，所以赤道的所在，一年365工，6工日头拢是6点起来，下晡6点落山。南极甲北极，就永昼永夜，就是永昼永夜。伊会半冬看无日头，半冬日头袂落山。你伫咧两极的所在会有即种特殊的现象，这完全拢是咱自转轴倾斜造成的结果。这个咱即种现象，你若伫咧地面，像喺咱遮，咱会看到一个现象，大家可能有去看过阿里山看迄个日出。你喺阿里山看日出的时阵，你会看到讲伊的一个图，会甲你讲，即摆点时日头为遮对一个所在出来，即摆几月还是即摆啥物季节，日头为对出来。因为咱逐个时间、逐月份日头出来的所在拢无共，所以你若人伫咧遮，咱伫咧咱台湾遮，咱看到的是春天。甲秋天的时阵，春分甲秋分的时阵，会伫正东边日头起来，中昼的时阵升起来伫遮，就伫咧甲你头壳顶的角度差不多差23.5度，就是伊的角度。然后伊落去伫咧正西边落山，这是春分甲秋分的时阵。若准讲伫咧夏至、夏至的时阵，伊个日头袂咧东平偏北边的所在升起来，然后中昼时的时阵，伊会伫你的头壳顶落山，搁伫西偏北。若冬天冬至的时阵，搁伫偏东边，偏东边升来，升到头壳顶的时阵，差不多23.5的2倍，所以起一个差不多45度的角度，这是一冬当中上起的时阵，伊差不多45度，差不多45度日头，差不多45度的时阵，你中昼徛去遐，你差不多看着你的人影。甲你的身悬差不多，但是你若伫夏至即天，带日白回归线，
徛伫迄拄仔伫伊个头壳顶，你看袂到你个人影，迄伊头顶正上方。好，所以这个天象图，就是日头伫个无共季节的时阵，伊伫个天顶行过的分野有无共的所在。这就是对咱的这个图对照过来。但这个物件，你甲伫咱遮对，你若对恰倒去，这三个图啊拢会徛直。你若对南北看面过，伊搁虚位不平啊。这是无共所在，所以日头伫个天顶走的分野，伊会走轨迹啦，伫个天空造成的轨迹就无共。好，这就是咱今仔讲的昼夜跟四季。